昨半暝，高雄六股甲桃园交界所在，那像因为落雨放弃，一只车5个人摔落山坎，目前确认2个人死亡。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甲南韩达成协议，关税对25%降到15%。Trump 阁放调要甲印度扣25%。大地草莓入侵乌克兰南部，造成经济损失。日头火烧成点3城，是当地25年来上界严重的草莓虫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事。今日节目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的消息。气象署是对下晡2点外，就已经开始对12县市发大雨的特报，这恐惊是一路落到明仔下晡。尤其是在南投、云林山区、嘉义山区、高雄山区、甲屏东的山区，是真明显，这雨已经落甲真大阵啊！因那明仔中昼中南部的雨水犹原是真粗，大台北地区也有各地山区过昼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因那接落来，咱来看昨半暝这台20线高雄六股甲桃园交界所在，是有一车载2个大人、3个囡仔的车。那像因为落雨放弃，规只车摔落150公尺深的山坎，目前是已经确定2个人死亡，也有3个人失踪。无人机画面的正中，就是姓李的查甫人一架火赛车爬落去的崩山地点，也就是台20线81公里，对路面到坎卡150公尺深，差不多是10楼悬。3日一早起，搜救人员踏入雨浪旁，用白扫的方式，豆豆切入去溪埔找找失踪民众。消防人员讲，姓李的驾驶家己爬起来化救人了后，佮翻头登去救某囝，后来就失去联络。车顶除了伊甲太太，佮有一个3岁后生甲拄满月查某囝，以及太太甲前翁生的17岁查某囝，早起已经找到2具遗体。是往下，大概有150公尺到170公尺。那我们有搭设绳索，大概有3段绳索，到接触到第一位看到的罹难者，不完整的大体。那在距离大概20-30公尺的部分，有发现第2名受困者。因为山区的雨伤大，搜救行动伫10点半先划停，也有3个人失联。想要到11点时，六股的宝来里、新开、老龙甲桃园的高中里，有2559户出现失电，佮加上六股一直拼大雨。市府也对宝来做预防撤离，远近一户通知，359人拢先刷到温泉会馆休困。民众讲已经落3-4工雨，这拄咧想讲拢无停电尔，就随失电啊。咱的电有线路歹，伊唔知。现在咱这个宝来要去桃园，迄个道路也损坏了，他们的电力公司车又不能过来修理，没当过来修理。因为交通中断，台电换对另外一头的线路先送电，大约下昼1点复电。目前台20线真侪大路段放弃，雨若无停，串流的溪水会持续冲过山坪，造成路基流失。为着要避免灾情扩大，公路局也紧急调来肉粽角，同时调派大型机具，针对交通中断的所在进行畅通。记者郭家如、柯昭阳、高雄仓报道。我来看南投甲中华灾情，在南投信义乡东部到95线4.3公里水泵山，30卡地区嘛因为土石路袂通。也若升到台21线新中环、台16线路面拢有土石，提醒大家是尽量驶别条路，注意安全。也若是德山的瑞德里是大兴铁路5个人的民众。另外，彰化市甲花坛乡拢有几台车互冲入大水沟，分塘迄边嘛有落雨放弃。大雨真大，南投信义乡的东部佫出现土石流，车冒险通过通往温泉区的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目前暂时单线双向通车。伫30甲地区也因为宝甲林也起土石流，互另外道路中断，公所当地抢修。今天早上全面就是道路交通中断嘛，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开头企业厂商，然后现在正在抢修，大概我们预计5点以前会单向的一个通车。另外，台21线新中环公路明德路段，也甲台16线真济路段，拢叫土门沟砍去，地势交通受到阻碍。目前暂时已经抢通啊，不过信义公务段大型机具也随时伫台面。连续的豪雨，就是边坡土石含水量都已经非常的饱和啊，所以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坍风或者是土石流的情况来发生。
台21线前往信义乡东府路段，也甲鱼池乡武定路段，也因为山坪崩塌阻碍交通。若是水里的到131线通往鱼池的路段，真侪所在煞变做通的高压路。县政府嘛宣布8月初1，包括德山、信义、国城、鱼池，拢有部分国小停办课。伫德山的瑞德里，也因为土石流红色警戒，有5个人预防性撤离。有大家不能继续路，保全户是27户啦。54人。中华嘛传出灾情，分园乡中山路有一搭路基崩塌，煞去盖着民家，好在再次无人员受伤，暗过附近居民烦恼灾情的扩大。惊讲一排拢去了迄度，你要看雨啦，愈大，拢土一走落去啊。另外，彰化市中南路一段有6台车桥大水冲落串楼的排水沟，花段原来有车冲落大排，民众捌烦恼有人掉伫内底，警方甲车主得到联络，确认因平安。彰化市甲分园乡各界所在原来有爆花冲毁，南投彰化也持续伫落大雨，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采访报道。镜头来看云林嘉义，这阿里山公路是有一粒对山顶连落来20栋的大石头挡伫咧路中，这相关单位是已经有去处理，路已经会通啊。也那嘉义梅山太和太里邦住落受这黄土水灌入滚落间民家厝，也那云林的高溪山区尚无受20至30大土石放落来，草岭、樟湖、桂林上较严重。爱几下个人才有法度揽泥大石头占要一半的路面，中和交通拢断去。这是嘉义县阿里山第18线68公里处，连续几天落雨，甲土石冲甲洞洞海，30大石头对山坡落去。这个路段伫31抢通，只是路段的状况嘛发生伫12王德富亚部落，和土石诱倒的树啊是翻倒伫路面，边嘛有边坡落去，而也迄到达邦的联络车路嘛有真侪石头落落来，虽然勉强会当行，但行人的雨量，互你甲往达邦的方向无法度行。把我们主要道路都让它可以用通，紧急抢修，不要让居民说受困在我们部落里面。这几天的豪雨造成山区的道路中断了，一共有10几条。县府已经请开口合约的厂商来拍拼抢通道路，但雨落几啊天已经影响生活。雨水未腐败，对爆花满出来，车路拢是土水。梅山太和大里望住落，30下晡到半暝拢是这种雨势，流出去的黄土水是影响到附近的客家。嘉义德家乡的牛潮溪，洪记录到水流甲真紧，水位是明显涨甲真悬。云林县毛状况，可能较往半天寮的联络车路嘛，互土石淹去，无法度通行。草岭江湖境内县道149甲、149E，嘛有真侪所在的路段，土石落落来，树啊嘛倒去。主要的交通道路、县道啦，还有乡道有多处，大概有20-30处的崩塌然后造成有这短暂的道路的阻塞。山区的路雨是真惊人，边坡土石因为含水量真悬，土石出落来，这灾情是一直出现。县府呼吁民众，最近上好是先莫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8月初1要全面扣关税 ，Trump 今日是已经宣布讲，已经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这关税是对25%降到15%。韩国是会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开1000亿的美金买美国能源。所以讲，即阵讲好15%关税标准的，都有南韩、日本甲欧盟。日本甲欧盟嘛是用投资美国来做谈判条件。日本是投资5500亿，欧盟是投资6000亿。也若是印度这边是还未甲美国超好势，Trump是放调要甲印度扣25%的关税，而且因为印度销美国赚的金额是比美国销印度加真济，也就是这贸易逆差真悬，而且佫怀疑这印度是有买落西爱能源，所以讲 Trump 是暗算讲要甲印度发钱。即阵目前这美国进前公布的前10大贸易逆差国家，是敢若像咱台湾也未公布关税到底要扣偌济。伫咧家己的社群媒体公布对印度扣25%的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罗斯福厅面对记者问题时阵讲，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正大的贸易逆差，而且伊个有一定程度的罚款。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attack the dollar, so it's partially BRICS and it's partially the trade situation. It's the deficit. We had a tremendous deficit. So, as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Modi is a friend of mine, but
They don't do very much business in terms of business with us. 这人看出，川普为了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会去破坏革命关系立场。伊讲，印度进前对罗西亚采买真侪军事装备，而且印度甲中国拢是罗西亚能源的上主要进口国。和罗西亚会当维持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全世界拢无愿意看到的。不过，伊并无解释罚款的内容。印度反对党各大党领袖批评，这是总理莫迪伫经济、政治加战略的失败。 25% tariff on India is little disappointing on us. We are constructively engaged with the US on the BTA. We are also not certain what will be the added penalty which he is talking about. But at least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we have to do is with reference to 25%. 川普伫咧讲一讲，又宣布甲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关税自原本的25%降到15%，而且美国出口到南韩的货物未扣任何关税。根据这项协议，南韩将会向美国提供3500亿美金的投资资金，并且买1000亿美金的液化天然气，或者是其他能源产品。南韩总统李在明对此表示，南韩所面临的出口环境无确定性已经消除，也强化双方的战略产业合作基础。 因为欧平最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对美国关税降到15%，但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办冯德莱恩克服川普的压力，批评欧平代表伫咧谈判时阵无讲尽力，也伫咧内阁会议讲协议唔是安尼先就算结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罗西亚远东勘察者半岛外海将是发生8.8大地震，是这全世界有记录以来第6强的地震。 好在在是迄卡岛的人口较少，灾情就无遐尼严重。这届地震是属于地壳长期所造成的，地震尾恐惊嘛真大，甚至有可能会持续几10年。规模8.8强的地震又甲徛袂在，民众惊甲毋知要安怎。手术室内底医护正勇敢用家己的身躯保護患者。 職場が海の近くなので、そこで警報を聞いて、で職場の方から子供が小さいので帰るように伝えられたので、子供が家で待っていたので迎えに行きました。 全世界有记录以来第6大强的地震倒来海中，为正阳附近勘察者半岛的3至4公尺悬，千叶群岛上悬5公尺，一直到日本北海道岩手县这个所在，在当地造成1公尺至1.3公尺悬的海中，搁到夏威夷，也持续杀向太平洋的对岸美国加州，甚至伫1天后搁到南美洲，也是无人敢大意。 准备应对的秘鲁当局关沿海126个港口发布红色警戒，智利也要将海上警报扩大到南极领地。虽然后来有取消部分警报，不过远景也是四界去巡逻，可劝这个看海影翕相的民众，因为表面上来看无大的海中，有当时也是会骗人的。 The first tsunami wave is usually not the most destructive. Many waves come after that. 这个地震是太平洋板块美落去北美板块造成的，这2大板块。 平常时因为烧客才连做伙，不过北美板块伫烧客真侪年后，因为烧客的力比摩擦力较大，唔再引起强烈地震，而且连带引起正阳北方差不多450公里，靠着切夫火山喷发高温的岩浆，各发出强烈的红光甲爆炸。 As a result of the sponge bouncing back, it can generate a lot of changes in the seafloor depths, so the seafloor rises and generates strong tsunami waves. 专家嘛警告，这么大的地壳长离去，代表地震尾未真紧结束，甚至伊的规模有可能甲主震相当。这么大的地震力量，也为环太平洋火山大点悬的国家带来问题，因为这有452座火山，地球81%的强烈地震拢伫这个地区发生的。这届强烈地震嘛搁再示警，环太平洋火山大点悬的任何地震，拢有可能会牵几大关。 公司新闻按瑞梅编译。乌克兰对7月中开始就大阵草莓啊入侵乌克兰的南部，这巴都是真惊人，已经造成经济损失。亲像这日头火收成都已经减少30%，是这当地25年来上届严重的草莓虫害。
一晚过去，一大堆麻的草莓拢飞起来，基本互即个景象是惊甲倒退几啊步。对7月中开始，草莓都一大堆入侵乌克兰的南部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温尼察地区，即马佫拖到涅伯城。专家讲，草莓的密度达冰封公车都有80只，已经比经济损失的警戒户定佫较悬，佫严重威胁到今年作物的收成。有一寡所在的农作物有可能会互完全破坏，而且强调讲，这是最近25年来上严重的草莓入侵的危机。Тому я бачу, що результат буде саме для нашої громади, для наших фермерів плачевний. Я знаю, що виїли людям городину, ну і соняха відсотків на 30 люди втратять врожайність. 当地农民讲，伊唔知影草莓到底是对一个地点来，敢若知影是对卡霍夫卡水库迄个方向来的。当地战争爆发了后，俄罗双方是互相批评对方摧毁大坝，部分地区形成南马水库打起了后，都变做草莓生团的所在，加上战争造成耕作断去，而且草莓伫风势助长之下，是会当飞行几十公里，嘛互生团的速度更较紧。Найбільша біда тоді, коли сарана збирається в стаї, м'яко кажучи. Причиною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є відповідні високі температури. Причиною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є занедбані землі. Причиною цього є відповідна російська агресія. 专家表示，草莓较爱挖去水源含较凉的所在，对车路远埔到田拢总受害。因认为讲，地方政府应该较紧来使用化学的方法来防治降低灾损的规模。另外，毋若是当地的居民讲，草莓已经入来到市区，真侪民众甚至伫因兜的塔门拢有看到草莓出现。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非洲国家安哥拉经济改革，其中有一项政策是减少油价补贴。这项政策是已经引发民众抗议2礼拜外，上无是造成22个人死亡。另外，伫南半球的阿根廷，因迄边是为着退休年金咧抗议。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的街路，过去2礼拜以来一直出现这种画面。抗议的民众除了用人柄和镇暴警察来对峙，嘛想要用烧链仔和粪扫车的方式来阻绝车路交通。伫市区的另外一个角，趁这个机会抢店家的人嘛一直出现。根据安哥拉政府的公告，有66间店和25台汽车互人放火。另外2礼拜加起来死亡是至少22个人，包括一个警察在内，受伤的人数是要200个，互逮捕的人数是超过1200个人。抗争的起因是因为政府伫1礼拜宣布讲柴油的价销调起1/3，用这来减少政府补贴的负担，健全财政。但这引起计程车和小型巴士司机工会的不满，加上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对1975年脱离葡萄牙独立以来已经掌权要半世纪，让人民累积的不满一口气拢爆发。Solidariedade com o povo angolano. O povo sofre e então nós temos que manifestar a nossa solidariedade. Imagina, o custo de vida está cada vez mais elevado. Nós não sabemos o que vai acontecer daqui até o próximo mês. 亲像这种抗争嘛，出现伫南美洲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近6礼拜拢会进行的抗争是退休的民众发起的，因抗议总统米雷伊拒绝调起退休金。当地时间30个抗议活动，群众准备要对国会大楼过去的时阵，互镇暴警察阻挡。过程中有7个人被逮捕，超过30个人受伤。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转来看咱国内有一寡推测台语的友志，整理台语友善店家地图，嘛伫咧双北招台语友善店家。鼓励店家是用这台语来做菜单，用台语甲人客互动，创造友善的环境。你好，这有菜单，这嘛有台语菜单，有板蛋红豆，大家好啊，还有真侪口味。毋但有台语菜单，头家和人客用台语互动开讲，嘛提供优惠，鼓励愿意开喙讲台语的人客。这是民间团体大家讲台语最近在台北、新北推行的计划，希望募集台语友善店家。目前已经有一寡少年头家加入，有做台语乐器的，嘛有厝内卖水果、卖冰的，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伫生活中创造讲台语的环境。家己想要食啥，家己讲，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嘛想要互较无机会讲台语的细汉朋友，会使去使用这过程中嘛足趣味的，嘛足好耍的。面基林的口味因为顶悬伊拢有写讲台语要安怎写，若是
真正袂晓念，阮嘛有录音，你会使听。大家讲台语的共同创办人讲，因过办活动，定有民众反映讲，伫咧北部想要学讲台语，却定定无机会，也是感觉碍羞，唔敢讲。团队今年申请到文化部的计划帮助，希望透过提供台语有线店家的打折，佮有甲店家拍影片推广，来结合店家的力量，做伙来打造一个搁一个有线的台语区。就是所有意见拢共款，需要的就是一个环境，提供消费者一个小小的优待，安尼互伊有更较直接的动机，会当讲哦，因为我会使摕优待，所以我来使用台语的菜单，甲讲台语来注文。其实因过伫咧网络，民间都有人发起台语有线商店的地图，甲愿意甲人去讲台语活动的店家记录起来。因为今年大家讲台语团队进一步用实体的活动，鼓励店家和消费者用台语点菜，嘛通做回学播讲美式的台语。记者卢尚珠、曾俊友台北报道。屏东东港开机共善堂是推出家长的体验，唔但互民众会当体验开面，嘛学一寡家长的骹步甲动作。老一辈面师嘛，把这技术传承给少年师傅，嘛希望讲会当改变外界对家长较无好印象。阮的面的强调，阮的是本身的是较粗线条。底色拍好，少年画面师足专心，一笔一画，甲面谱的线条画好势。老一辈师傅伫边仔指导。画好了后，两个世代的画面师才做伙讨论开面的手路、色水。烦恼这个技术消失去，屏东东港开启共善堂的老画面师，配合庙方推出家长面谱体验，互这项传统会使延续落去。老辈伊教的，伊袂像迄做伙啊，一代传一代，甲做伙有时甲要传承落，要老花要啥物话要教，有时。这种的咪讲3、2天要教，就是除了开面体验活动，嘛会教民众曲尾步、跳家长的一寡动作。东港的开启共善堂表示，因算是当地家长文化的源头，嘛是文府千岁七角头之一。不过庙宇甲家长后来拢互人歹印象，几年前就开始甲庙宇文化结合教育活动，带民众重新认捌家长的文化。起头因就是甲阮教讲，出门也是。装家长就是一定爱遵守规矩，袂使部分人食薰翘脚，袂坐姿要有坐相，互伊有体验到这种面谱的这个一寡文化，也是家长的精神。总干事表示，接落来伫10月到12月，佫会结合王俊文化馆举办家长的体验活动，希望吸引愈来愈侪人斗阵改变对家长的看法。拍破学家长拢是歹囡仔的印象，做伙感受顶头文化的提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日本的伊势神宫20年就会重启新的宫，互因奉祀天照大神会当住新厝。要起新的宫的前8年，就会对因的新牛面山建出超过200年的耳器，这也就是出名的牛面书节。咱做伙来看当地闹热的情形。倒茶声音真有节奏，了后大树就慢慢倒落去。这是日本三田县伊势神宫每20年就会办一摆的圣年签宫，也就是每20年将包含内宫、外宫、14个白宫，也有一口五帝桥等等，将原本形式全部定起一摆。新宫殿所需要建材真多，所以伫专家建议之下，制定新宫新林经营计划，用200年到300年做一个周期。种新的喜乐器，种树的山也被叫做牛面山，一片种满喜乐器的森林叫做永续林。设伫老经过伊势神宫的50川的水头，每年到选树的时间，会为永续林内底找出1万丛树龄超过200年的喜乐器来厝，其中要起本宫。喜乐器都爱超过300年以上，每一个喜乐器有2栋，运到神宫爱去50川的水流，加上尽力，将喜乐器放伫木架啊，拖到8公里外伫水头的伊势神宫。这时阵，数十个拖的人员会沿路喊口号，由上头前人员引导去神宫。えいやえいやっていう力強い掛け声と、あとこのヒアリも、途中で交えながら皆さんが一生懸命弾いてる姿がすごく感慨深く印象的でした。伊势神宫这个山宫传统维持1300多年，顶一摆是伫2013年。
因为工程正大，常常下伫线进前8年，就是今年开始慢慢起新的强电。这前提技术就叫做牛眠死罪，会吸引真侪在地居民游客，甚至是一些新疆的现地人员来看。やっぱり20年ごとにそういう新しい、社を建て替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参拝者に対する威厳を保ったりとか、その前に木遣りをした方で師匠がいて、その方が口移し台で教えるんですよ。もうそれももう1年以上前か、1年以上前から練習して本番に備え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每20年争取一摆人数，除了互强宏的天照大神延续伫换新厝以外，也有传承建筑技术，打造树仔环保、饮食环境的重要性。为今年开始到2033年，新疆电气完工之间，也有未少仪式要举办，将互这重要文化祭典加做一世时观光特色之一。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